来看中里有一个都市更新的工程哦，也毋过伫拆除的过程，怪手嫌啊冰车，因这公司是讲哦是淡薄仔欺平尔，操作人员嘛小可切伤。监管处佮劳检处早起就去工地稽查咯。这个工地边拢围起来，门口踩一台卡车。工地正伫咧清营建废弃物，中立区这个集合主体承建工程团讲，伫咧拆除的时阵，怪手插一辆冰车。东风玻璃规片拢破去，好工在人无要紧，敢若小可切伤啊尔。没有防护层，只是怪手倾斜啦。怪手在退的时候没有注意到，然后怪手稍微有点倾斜这样子啊。倾斜之后就是它只有玻璃破掉啊，人都没事。这个承建工程是多间案，地面22层，地下5层。监管处甲劳检处的人员接到通报，早起来工地稽查。现场因为构造物下面支撑不稳定，导致施工机具倾斜，虽未构成人员伤亡，但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。拆除构造物前，应检查预定拆除之构件稳定。对于不稳定部分，应予以支撑固定，并遵照安全拆除顺序，由上至下逐步拆除。伫工地调查了，监管处讲违反建筑法第63条的部分，分别对承造人加监造人罚新台票1,800到9万。伊若劳检处是依照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，罚施工单位3万到30万，并且开限期改善通知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